心往何處安有聲書，作者安，有聲書文本整理朗讀 Irene。 第一章童年生活。我嘅故事由粉嶺寶血兒童院開始。我記得大約4、5歲嘅時候，我同媽媽、4舅父同埋一個修女坐車去到粉嶺，坐咗好耐嘅路程。由於我暈車浪，修女教我望住車外遠處嘅風景就可以止暈。當時我乜嘢都唔知道，我只係覺得好新奇。我到達一個好大嘅地方，有草地，有10間單層嘅屋，而我就喺嗰度度過咗大概5年嘅日子。令我印象深刻嘅係一隻喺度喊嘅燕子，到而家我都唔肯定係幻覺定係真實。由於院舍係喺新界區，嗰陣時算係荒蕪，喺每間院舍嘅屋檐之下都有好多燕子窩。我哋呢班小朋友因為貪玩，會打燕子窩。由於我哋聽聞燕子窩補身，所以就想補一補。燕子就喺原先停留嘅地方所留低嘅空間生蛋，所有蛋一隻一隻喺屋檐下跌到地上面爛咗。我見到燕子喺度哭泣。每次經過生長喺修道院門外嘅樹，我都會摘一塊樹葉嚟食。而家諗返，可能嗰啲有咖喱味嘅樹葉係我嘅幻覺。就算係試一試嗰塊肯定高鐵同埋可能有蛋白質嘅咖喱味樹葉都唔錯。而家回想起嚟，其實我喺小時候已經有精神病，一切對我嚟講都疑幻似真。喺嗰個時候，精神病對一般人嚟講係一種忌諱。其實回想起嚟，我嗰陣時已經係精神病患者。點解？因為嗰陣時我已經唔能夠將外界所發生嘅抽象嘅人同埋事物同埋自己聯繫起嚟，連以前嘅事都記唔起。嗰陣時我唔知道，更加唔知道其他人有冇留意到。或者你會問，我點解會突然由寶血兒童院去到竹園兒童院？咁樣我一定要話俾你聽我嘅家庭背景。我嘅爸爸係一個好色、酗酒又唔去工作嘅人，佢每日飲完酒就打我哋。媽媽同埋我哋5姐弟妹無一幸免。媽媽手腳快，所以打工賺到好多錢。佢每日不停咁樣做，放咗工仲要照顧我哋，賺到嘅錢都俾咗爸爸去酗酒同埋嫖妓。有一次，爸爸叫我幫佢買一支啤酒。我買咗酒，但係唔小心將酒樽打爛咗。我喺屋企樓下喊。當時天氣好凍，風好大。我嗰陣時好細個，等咗好耐。天好黑，我喊咗好耐。後嚟先鼓起勇氣，視死如歸咁樣返屋企。另一方面，我喺屋企係備受忽略嘅。我一直係瞓喺客廳，係一個好恐怖嘅經驗。我瞓喺尼龍床上面，每逢寒冷嘅冬天，風會喺地下湧上嚟，嗰啲掛起嘅衫喺冷風中飄啊飄。再加上紅色嘅燈光幽幽咁喺神台嗰邊透過嚟，我每晚都喺驚恐下面度過。嗰陣時，我只好用被捲住身體瞓覺，好唔容易先過咗一晚。
我當時最大願望就係同屋企人一齊瞓喺房間裏面。我記得我就喺呢種備受忽略同埋孤單嘅境況之下，過咗3-4年。嗰時我好曳，因為曳總比乖巧容易得多。或者咁樣，屋企人會稍為注意到我，咁亦都係我頑皮嘅主要原因。我係大家姐，我仲有2個妹妹同埋2個細佬，佢哋叫做娟、玲、星同埋穎。當時媽媽有時會帶我哋出街。由於佢唔可能一次過帶晒我哋5個人一齊外出，佢只可以喺其中揀幾個。由於我係最大，亦都係最曳，所以好多時候要留喺屋企，冇得出去。我只能夠喺窗望住街，睇住窗外面透入嚟嘅燈光，前面嘅玻璃逐漸變得模糊。我望住窗外，聽住雪糕車傳嚟嘅聲音。當時獨自喺屋企，我真係好驚。我留喺屋企，只能夠諗住佢哋去茶樓飲茶嘅快樂情景。但係唔緊要，我其實唔鍾意飲中茶，名貴嘅西茶先配得上我。喺我讀小學6年級嘅時候，有一日，媽媽嚟到學校接我，佢幫我換上一件好靚嘅裙，然後將我送到調景嶺嘅慕德小學。其實我嗰陣時唔知道究竟發生啲乜嘢事，只知道一切都好新奇。後嚟先知道，媽媽本來想帶娟離開父親，但係由於娟驚，所以唔夠膽走，先至會揀咗我呢個後備。由於我媽媽係經法庭申請我嘅撫養權，喺裁決中間嗰段日子，我就住喺竹園兒童院。喺嗰度，我同一班大姐姐同住一間屋。我覺得佢哋好錫我，佢哋俾我睇老夫子，仲陪我玩波子棋。我記得喺兒童法院嘅時候，我都喺度。當時法官問爸爸有冇將我吊喺風扇上面打，佢直認不諱。終於法庭將我嘅撫養權判咗俾媽媽，而當時媽媽又再嫁，而呢個男人我哋叫佢叔。我嘅小學生活都有一啲值得我感恩嘅地方。第一，我可以繼續讀書；第二，咁多年嚟，我用嘅全部都係新書，冇用舊書。喺嗰個年代已經好幸福啦。